咱台湾的美。咱来到梨林的三级古迹仁和宫的庙口。伫咧100万年前吼，这个庙口就有一个上大的市场。伫咧附近3、4个乡镇拢爱来遮采买，但是伫咧1927年，一场无情的大火，将规个市场拢烧去啊！市场烧去啊，大家无地通买物件，是要安怎？证明讲吼，一定可爱需要一个新的市场。 迄当时的镇长林罗建议大家讲来头前遐去一个新的市场，但是头前是一片沙地呢，所有的村民拢无爱相信沙地是要起市场，大家搁甲笑哦，讲林仔路空空啦，到底这个林仔路是变会起来是变袂起来？咱来个看卖下咧。 较早无拢较简陋啊，东西都大型安尼拢摆足济，像因咧鱼啊吼，用感冒啊，就迄鱼箱啊，安尼茶箱啊，一箱一箱安尼啦，啊感冒就吼迄圆形啊，一盘一盘安尼啦，啊无像即马安尼较整齐啊，树木较少，较早无这房子，无这个安尼街仔位，就是你摆较大，啊顶较大安尼，伫咧40、50年遐开始就有这个摊位，啊以前是没有，这袂着拢你会安尼嘿。梨林是伫中华西南角的一个小布镇，伊毋是一个闹热繁华的乡镇，不过却是咱台湾上古早的乡镇之一。伫清朝的时阵，就已经是一个文风鼎盛的所在啊。伫日本时代，规个商圈以第一公有市场中庭的古井为中心，院外拓出真侪店家，形成了一个闹热的消费区。 以前卖米吼，醋糠、米糠、卖泡麦片，啊，就来一直拢较没落啊，迄市街就人都无入来即来啊，市街大部分吼，迄饲料拢做歹毛、粗重啊，啊，就开始阮就转型加一寡这柑仔店。经营3代米店转型做柑仔店，第2代头家娘甲我讲，市场除了是一寡摊贩啊做生意的所在以外， 嘛是囡仔佚佗的好所在。梨林第一市场的内部是八卦形的，有真侪出入口，甲几若条巷路。这边也有真侪日本时代较大的店家甲建筑物。因除了卖物件予人客，嘛提供老人客的一寡服务。 无，因为这是吼，要为着要互庄卡的欧巴桑、欧丽桑，有诶较老的，有可能伊毋捌字，啊为着要阿桑因卖安尼谈做伙啊错乱安尼，咱才会用，我才会为这想着为这个图案吼，迄阿桑知影讲，安尼因就袂乱去，啊无啦，你若甜过的米摕来做菜头过做惯，无法度食。对米店的一个小小的做法，会当感受到人甲人之间迄款厚厚的人情味。 一间细细间的米店，看起来无啥物特别的所在，不过却是遮厝边斗共同的基地。虽然讲无大型超市有光艳艳的灯光，甲凉爽的冷气，不过这间米店毋但关联着真侪在地人的生活，嘛牵引着出外梨林人的游子心。我会倒来这柑仔店，是因为一开始阮爸爸身体无好。 啊，厝诶，那时候因为迄阵阮弟弟搁咧读册啦，啊，厝诶就嘛是爱有一个查甫诶啊，你粗重诶，你要互妈妈做嘛无法度啊，啊，爸爸身体又不好，啊，所以我就放弃我伫台北诶工课，转来接厝诶迄路啊，你转来就是爱有一个责任。转来家乡，延续着老一辈的服务精神，一通电话送货到厝。 方便人客嘛，毋茫开拓出搁较侪的商机，
互伫大超市袂当找到的人情味，会当伫一摆搁一摆服务当中，伴暖出搁较侪的情感。饮食文化、甲当地地理环境、经济作物，阁有族群的民俗，拢有真大的牵连。台湾族群的饮食蕴含着多元化的特色。梨林第一公有市场是地区重要的核心，一个100年的市场内面，嘛蕴藏着大量民间的好滋味。这间煎粿伫咧梨林市啊，已经经营超过80年的时间啊。传到第4代，目前第2代的老阿嬷也坚守伫咧火炉仔边。老阿嬷逐工一透早就会来款料，为7点外准备到10点，开始陆陆续续就有人客上门。店内景的拢是着时好食的食材。较大皮吼，啊较圆，啊我就甲卷起来，放咧它更规韭菜规条的，较好食，较油较好食。2月的韭菜上甜啊，上油。老头家妈甲阮讲，正月葱，2月韭，3月兴，4月应。韭菜对旧历2月开春开始正式出产。想要食到鲜甜搁有够味的韭菜，就要对2月一直到热人进前，这段时间的韭菜上好食。这叫做韭菜条，哦，规丛的韭菜落去熬的哦。讲到咱台湾，哪有啥物菜拢较好食哦，足奇怪。第3代的头家甲阮讲，因阿公过去咧卖煎粿，迄阵干那简单有几项物件，亲像甜粿、菜头粿，过来就是煎番薯甲豆腐这几项。尾啊，因为经济发展，才豆豆啊增加有肉钱甲蚵仔钱。咱食红丸王景的蚵仔，就是上好食的蚵，就叫做珍珠蚵。咱这细面，阁有甜粉，啊，食起阁种真 Q。但是伊生长的速度极足慢的。青蚵仔煎，这种完全是用咱红丸食的蚵仔，上鲜的蚵仔，有无？内面哇！因为蚵仔有够青哦，所以唔免伤侪调味，就是安尼用青的蚵仔落去煎哦，都已经足好食。来，咱食这味吼，这嘛是遮有名的，叫做米糕子。我先食看卖。哦，伊是甜的哦，用甜的糯米落去做米糕，啊再糕粉落去煎，真好食一种点心。米糕煎食起来咸甜啊咸甜，这是伫别个所在食袂到的，而且。所有煎的物件上大的特色，就是外皮一定爱酥脆。米糕煎就是外皮酥脆酥脆，内面绵绵软软，口感的层次真济。不管是蚵茶煎、韭菜条煎，也是米糕煎，上重要的物件，除了食材爱生烧以外，另外就是外皮迄缘糕粉。好，咱即摆来到后台吼，来看这个咱阿元煎粿的现场。吼，用所用的这个糕粉吼，真正无简单。因讲用在来米浆，吼，啊淋一寡甜豆，吼，啊用这个坚持拢要用土豆油落去煎的哦。来，这个可以的，这边这可以啊，条哦。哇，你搞好啊！这边灯啊，对啊，
歹势，切了有较歹。厉害！第二届咱就会晓，来，哦，哎，我会使来只樱桃咯呗。咱的在来米啊，甲黄豆啊，甲咧磨咧，就变米浆安尼啊。迄个从古早就阿公因迄个时代，就是拢采用这个方法，只是每一个人混合的比例无共款安尼尔啦。头家坚持用在来米甲黄豆仔现下做米浆来做面糊。上主要是因为黄豆仔会当增加甜的物件，伊的外皮的酥脆感。米浆薄薄仔一圆，袂用得高伤高。若是高伤高，会食袂到内面的鸭料；若是高伤薄，鸭料会整甲伤乌去。逐工三代人做伙出门做工课，个人负责个人的任务。头家坐伫油鼎前，甲物件过粉了后下落去煎。头家妈伫边仔甲煎好的物件糊起来，嘛要注意油鼎内面的油啊，随时要紧糊起来，才袂愈煎油愈落。头家娘甲囡仔负责点餐送餐。三菜米糕包，一个南瓜包。麻辣粿条。好，菜包，菜5嘛，是米糕。米糕、肉菜、豆腐、虾卷、蚵仔肉片。还有要啉汤无？歇困日一无闲起来，喊甲大细声，外人听到掠准讲因咧冤家咧。菜1002条，1盒会足赶的，赶第一时间爱互人客食落较好食的迄个口感，所以就是足急的，无急的叫老爸骂安尼，你若想会到，拢差不多骂出来啊。第三代的老头家甲阮讲，这个单原本是伫咧日本时代，因太祖去鹿港学手艺，了后转来到妈祖庙迄边开店做生意。不过因为拄着大火烧，真侪物件拢烧去，尾仔市场起好，才刷来到遮。头家的后生是咱台湾有名的弄球王子，原本是举弄球车咧弄球的手，即马煞改举夹啊咧斗装煎粿。伊本来是咧弄球啦，弄了是我咱袂歹，即马个疫情的关系啦，袂当出国，怎叫伊倒来斗三工。假日无闲了，暗时我会走球场弄球嘛。我的手感揢球车的感觉举起来，还有迄个力数、力道。迄个控制就拢差足济啊，因为遐蛮细腻的，弄球较细腻，所以会差足济。这较辛苦啊，做食拢最辛苦。你做袂感觉忝嘛？若较暗嘛要困啊，就坐咧看电视拢困去。你若会忝着你来坐，一间厝永远。咱头家话足有心的，转来厝会斗三工，互咱这个100年的滋味会当继续流传落去。哦，这真的好食。日头也伫咧市场的巷路里，过去的繁荣不再。若毋是讲行伫即个街路里，也阁有看到几大栋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厝，来见证着历史的痕迹。若无实在是真歹，互人想讲迄当时的古城有偌青影。虽然繁华已过，不离个伫即片土地顶悬迄寡100年的好滋味，早就深深印伫咧大家脑海中啊。迄个味，就是吸引出外游子想要回乡的味，这嘛就是咱台湾的味啦。若是你有满腹委
无人通讲话。我会伫这展开双手，为你干巴底。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伫我心底。不管窗外风风雨雨，又在一起做，因为你是我心内的。陪伴你，笑过哭过，面对人生所有的一切，我是你永远的家。